大家好啊，我係中原地產嘅 Iris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明日九肚山3房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參觀下。單位嘅設計咧就係兩邊廳、客廳，望返落遠景，翠綠嘅山景。飯廳、廚房長條形嘅設計，明火煮食，備有酒櫃。主人套房。